時機已經成熟，目標非常清晰。我老母細同埋伯母都係時候掉個方案出嚟諮詢下各位今晚食乜餸啦。嗱，提名委員會咧就套餐 A， 提名委員會咧就套餐 B， 同埋提名委員會咧都係套餐 C， 哈哈。要選特首，啲官話一定要提名委員會提名，仲要參考之前嗰個選舉委員會。咁全香港700萬人，究竟係點樣揀個委員會出嚟嘅呢？你知唔知啊？等我慢慢講俾你聽啦。選舉委員會一共有1200人，分開4大界別，每個界別咧有300個代表。第一個界別就係商界啦，譬如飲食界、酒店界、航運交通界。第二個界別就係專業界啦，譬如工程界、醫學界、資訊科技界。第三個界別就係代表社會文化，譬如宗教界、體育界、文化界。最後一個界別就係政治界啦，包括立法會議員、區議員、人大、政協同埋鄉議局。好清晰，好客觀。咁每個界別可以派幾多個代表呢？Sorry， 係冇標準嘅。漁農界嘅選委有60個，不過根據人口普查呢，香港只係有2000幾人種田打魚，大學教授同埋行政人員有8000幾個，都只係分得30個席位。咁香港始終係個小漁港，打魚仲要過讀書係好合理啊！嗱，政府呢係真係好尊重呢2000幾個漁夫同埋農夫噶。你講呢啲，佢哋其實係冇得直接投票噶。選舉管理委員會呢有一張幾十個漁農業團體嘅名單，你係代表先至有得參加。至於點解係呢幾十個團體而唔係其他團體呢？都話唔好講呢啲咯，都係冇得解釋噶啦。新界東北有好多有機嘅農友俾政府收地，唔通俾佢哋有投票權影響特首咩？仲得了嘅？嗱，你都有興趣做委員啊嘛？俾個貼士你，只要證明你係一份報紙嘅東主呢，就可以選出版界嘅委員噶啦。哇，做肥佬你話咁易啊？你傻噶？冇人叫你扮到咁有錢，你求其影印幾頁紙拎出街派，然後去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度註冊，話自己係報紙嘅東主咁咪得咯，成件事都唔使1000蚊。選舉委員會大多數香港人咧都係冇份參與噶，邊啲人做委員，啲理由又唔清唔楚，要中票買票就真係易過借火啦。地產霸權已經一早插晒旗噶啦，仲有埋呢一班舉手機器，由佢哋幫你篩選特首候選人，你制唔制啊？